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好了好了，不跟你多说了。我回去之前一定会跟你联系，你也做好准备吧。这个苏元熙，不能让他再待在顾家了。那我现在这张脸该怎么回去呢？ 贺锦新人还在外地，难道这条手链真的不是他的？是巧合吗？锦溪，走吧。要去哪儿？医院。医院？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，所以我想带你去医院看看傅博雅。好，走。 走。医生，他怎么样了？ 我们已经尽力了。什么？他？哦，那个没有，病人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，只不过呢，情况不是太好，他伤得很重，脑部组织受到严重损害，可能要长时间昏迷。医生，你的意思是，他很有可能变成植物人吗？原则上可以这么说。医生，只要能让他醒过来，钱不是问题。好吧。 你在跟我开玩笑，对不对？我就知道你一定是在跟我开玩笑。你太坏了，你干嘛这么骗我？你不是说你永远都不会离开我？你不是说你爱我，你要帮我吗？你看我觉得你骗我死了，我以后不要你了，我不要你了。 你不要走！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不离开你，我再也不要离开你。 还不睡啊？睡不着。还在想傅博雅的事儿？我好多了，只不过事情发生的比较突然，一时有点接受不了。我能理解你的心情，这也是个意外。现在最难过的应该是弹弓琉璃吧？是啊，没想到傅博雅
会爱上这么一个女人。我也没有想到傅博雅会那么爱他。看来这个傅博雅对你很重要。他是我的恩人，我一直都想报答他，可是现在没机会了。所以我们应该珍惜活着的每一天，对不对？而且更要珍惜身边的人，比如我。苏妍希，你千万不能动心。贺吉吉要回来了，你要离开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赶快休息吧。小姐，能请你喝个酒吗？这就是男人，只要长得漂亮，就没有不动心的男人。凭我现在这张脸，再加上我的手段，卜西城，你还跑得掉吗？博雅，博雅，你醒醒啊！伤成这样，你疼不疼？我说话你也不理我，你再不行我就生气了。博雅。你不是说要带我离开这个城市吗？我们一起走啊！你醒醒啊！博雅，你怎么伤成这样？阿姨，对不起啊，博雅是因为我才变成这个样子的。你为了你陪我孩子，你陪我孩子，你怎么可以把他伤成这副样子？你是个坏人，你都怪你！